今次我哋會用一啲內部嘅銷售資料，包括部門、產品、支付方式、數量、金額等，示範一啲分析。首先，我哋要建立個表單，命名為 order，跟住我哋用 sum 加總銷售金額。函數 count A 可以幫你計算員工人數，只需要一個參數就係 order 嘅訂購人。跟住落嚟分析下，一產品嘅銷售金額，二部門嘅銷售金額，三支付方式銷售金額。咁我哋會用到 SUMIF，第一個參數係 order 嘅部門，第二個參數係 A6，即係產品嘅名稱，第三個要加總嘅範圍，即係 order 嘅金額。跟住抄到落去其他嗰幾個產品，再嚟我哋會抄落部門嘅人事部，將第一個參數 order 產品改成 order 部門就可以㗎喇，然後再抄到去其他部門，如此類推，抄到去付款方式嘅第一個支付寶，同樣又係將第一個參數 order 嘅部門改成 order 嘅付款方式，再抄到其他付款方式。函數 average if 其實同 SUMIF 係非常相似嘅，都係要相同嘅三個參數，只一個係加總，一個係平均數，所以用翻之前嘅方式為逐個分析建立函數 average if。跟住 COUNTIF 其實都係一樣，用翻相同嘅方法，逐一個建立函數 COUNTIF。嚟緊呢，我哋會做百分比，為咗方便起見呢，我哋先定義咗一個 total amount 先，然之後我係 E6建立等於 B6 除 total amount，同埋抄到下邊每一行。